2026年最唔能夠掂嘅美股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。咁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就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年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得到咧裝 Patreon 咧就可以啦。咁但係首先就作出更正先，因為相信唔少人咧都買咗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》，咁想更正翻咧2026年4月嘅 Palantir 咧應該係轉為保守嘅。咁今日咧就係2025年嘅10月26號，咁相信咧大家都享受緊美股嘅牛市之中嘅。咁但係因為新一年咧2026年嘅丙午年咧又到啦，咁相信大家都想係趨吉避凶嘅。咁2026年最唔能夠掂嘅美股係邊一隻咧？咁就係 Palantir 啦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睇一隻股破財咧，就以為一定係走避劫，咁但係其實梟印奪食咧係都可以好傷嘅。咁今日我哋睇下 Palantir 嘅創辦人 Peter Thiel 啦。咁戊土南日主啦，身喺戌月土旺嘅時候，再加上咧年之後未土嘅，咁局中咧就係重重嘅口土啦，咁就作為身旺論嘅。咁 Peter 就係一個戊申嘅日主啦，而且月柱咧天干都有食神庚金。咁喜金攝身啦，亦都可以咧擔財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咧係即係食神生財嘅。咁所以其實佢係金水為用啦，忌火土。咁所以我哋嘅散戶咧都會好期待2028年嘅癸卯大運嘅。咁到時咧分分鐘咧就同 Nvidia 咧就決戰時刻嚟嘅。咁不過咧就首先就想講明一點先啦。2024年咧點解會升嘅咧？係因為咧即係甲辰年嘅辰土咧係水庫嚟嘅。咁不過咧，2026年嘅流年咧係炎炎火勢嘅丙午流年啦。咁一般嚟講咧，如果以食神為用嘅命主咧係好忌梟印奪食嘅。咁梟印奪食嘅就多數發生啲唔好嘅事啦，例如投資失利啦、被騙啊等等嘅事情。咁嚴重嘅就可能會坐監嘅。咁不過啦，相信 Peter 咧就唔會去到坐監咁極端嘅。我只係舉例啫。咁因此咧，我就係估啦，即係 Palantir 喺2026年嘅丙午年啦，或者會喺股價上面咧都會滑鐵盧。咁不過啦，散戶應該係即係覺得慶幸先係嘅，因為其實唔少網友都錯過咗2024年 Palantir 嘅10倍升幅，咁而家又翻去一切咧最初嘅起點。咁如果你錯過咗第一次嘅機會咧，你就唔好再錯過第二次嘅機會啦，到時。